我唔使啊，勁喎！香港人唱台語歌喎。好，一個冬嚟食豬皮。Hello， 今日咧係喺林口咧有一個活動咧，咁咧我之前想參加㗎，但係咧我唔記得咗報名喎，咁所以咧而家先嚟咧就太遲啦，所以咧冇得食啊！咁但係我都想去即係睇下佢哋嘅活動啦，感受下佢哋嘅歡樂氣氛，咁所以咧我而家咧人在林口啦。咁我多謝一個東嚟啦，佢就話唔緊要啦，你照嚟啦，我嗰個鮑魚請你食啦咁樣。我就話唔好客氣啦咁樣，咁所以咧一陣間我就唔使食啊，因為我頭先就約咗喺林口嘅朋友啊，食咗少少嘢先咁樣，咁啊就係去傾下偈就 OK 啦。哇，熱鬧啊！老闆娘，快啲過嚟啦！係啊，遲咗唔緊要，我知道啊，係啊，哇，好熱鬧啊，好開心啊，係啊，好香啊入到嚟，係啊，一個都嚟。哇！一個都嚟自己教，哇！你犀利，我以為你整添。係啊，就你淨係出地方。地方。哦，哇！太好啦。哇！有，這麼厲害。哇！哎，都來很厲害。哎，係，好唔該。心口，哇！心口都喺度啊！翻手。都會因為呢度着咗西裝，會嚟到除衫啊！哇！我哋嗌好啦，哇！唔出得街嗰邊。即係之前我哋咁講，嗰啲都吃過盆菜沒啊？6年沒吃過盆菜啦，6年實在冇食過盆菜。哇！不認識你的電影那個部片哪裡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沒有啊。哪有超過部片的？不知道。體驗一下這個不同的種族文化跟歷史的文化，所以以後都是大家很重要。身份證，嗱呢就仲好努力喺度營運緊啦。一首咧就係好經典又 Beyond 嘅。講係啊，泰國有故事什麼？喺嗰邊啊！啊，喺嗰邊啊！地方嚇。今天慶祝端午節。端午節，祝大家端午節快樂！啊，端午節快樂！香港人來到台灣，跟我們一起成為一家人，同舟共濟，風雨同舟。哇，講得很好。三浦律師有冇嘢同觀眾講下？開心啊！係啊，因為好開心。冇病啊嘛，係咪啊？冇病啊？咩病啊？係咪成日都感冒㗎嘛？少少啊，係啊。係啊，好靚，好難得嘅。係啊，今日我哋慶祝端午節係咪啊？係啊係啊。係咯係咯。希望大家端午節平安啦，順利咧。聽到呢首歌，大家都好有感覺。係啊，好感觸我都覺得。知道啊。哎呀，唔得啦，你太靚仔啦，要上鏡啦。點啊？你哋喺嗰邊 O 唔 OK 啊 ？Perfect Day 嗰邊 OK 啊 ，OK 啊 ，OK 係咯。我都有去過，都好多人喎，我開始都慢慢累積咗啲翻轉頭嘅客。係咯，加油啊！多謝，加油！我搞錯啊！你哋話請我食嘅喎，做咩而家食咗㗎？搞咗 Chris 話你唔食啊嘛？我話我唔食啫，但係你要表演俾我睇食啊嘛。我唔知喎，睇唔到喎。你扮嘢啊？係啊。咁你而家表演食第二樣嘢啦，好唔好？乜嘢嚟？食咩嚟啊？哦，食豬皮，好，一個冬嚟食豬皮。哇，好正係嘛？邊度整㗎？
哇！自己自賣自誇，犀利！無端端變咗唱歌啊！好啦，唱下歌，大家開心下啦，好唔好？冇收錢㗎嚇，我都冇係啊，冇㗎，大家娛樂㗎咋。給我自信，給我地位，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。任他們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貴。好，多謝，謝謝。哇！竟然台語歌都有喎，真係我真係唔識啊，真係勁喎！香港人唱台語歌喎，影下先。咩嚟㗎？哦，缽仔糕啊，好！哇，缽仔糕！好犀利真！好勁啊！哇，係咪台灣人嚟㗎？係咯，犀利喎！完全唔知係咩字嚟喎，真係，我淨係識得我唔仔啊！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，不朽香港名句。獅子山是香港的精神，對，台灣嘛，獅子山精神在台灣，我們在陽明山下。陽明山上。嚟買咧香港人種嘅米啊，犀利！喺台灣種嘅，自己種，哇，勁啊！好啦，托包米翻屋企。